common goals. I want children to understand human society is a place where we can share great. 大家好，杨咪，咱来读这个《龙德梭》。《龙德梭》是东方白先生的作品，当然，或者大河剧小说。这个大河剧小在1990年完成嘛，实际上进前退后可能嘛有一寡类似大河剧小说的作品。可比讲的，陈雷生呢，作家陈雷，伊是吴景如医师，伫咧2004年左右吧，有出一本乡土，当然，正做啥？伊是要用平埔族的角度，伫咧论保记的形式来呈现。当然对台湾人来讲，迄个小说是另外一种形式，所以伫遮就暂时按下，乡土保记伫另外所在。